大家好，我係貓哥啦。啱啱咧就講完 MDX 嘅車啦，不如我哋又講下 TMCS 嘅車。咁其實咧咁多車入面咧，有一部都幾得意嘅車啦。咁頭先當然頭炮，不如我哋就嚟下 BM Creation 啦。咁 BM Creation 咧當時亦都有採訪過，之內面咧有出到好多唔同嘅限定嘅款啦，以及一啲新嘅車模啦。咁當然有一部就係 Corolla 嘅 AE100嘅特別款式啦，咁啊 JTCC 款啦，咁啊我作為即係雖然我唔係嗰個年紀，但係都可以開出嚟同大家做一個開箱啦。嗱，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咁時間咧就嚟到1991年啦，咁第7代嘅豐田 Corolla E100咧就正式面世啦，咁亦都作為整個豐田家用車系列嘅一部經典款式啦。咁經過咗改裝之後咧，亦都係 JTCC 嘅常客啦。咁當時呢一部車係裝住一副2公升嘅 NA 引擎啦，去角逐頭銜啦。咁呢一部車咧，亦都係 FET Racing 嘅車隊去營運啦，都算係豐田嘅半官方賽車啦。咁車手嘅方面就係由呢個 Nakasaka 去駕駛呢一部車啦，7號嘅。咁啊，當時嘅對手咧，除咗日本嘅例如本田、日產之外啦，更加有寶馬嘅。咁資源一定唔及 Toms 車隊咁好噶啦，咁但係都有 TRD 同埋 FET 嘅贊助啦，令佢可以喺06嘅賽道上面相當有睇頭。咁啊，雖然成績唔算好出色，但係喺整體嘅實用性方面，可話相當強大。咁呢部車亦都代表住豐田對於賽車嘅一個精神啦。咁啊，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睇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成架車亦都係根據翻當時1996年嘅配置啦，採用咗一個藍白色嘅簡單效果啦。咁呢部車亦都當時參加呢個 JTCC 嘅超級房車賽嘅常客之一啦。咁整體嘅成個設計咧都係用上 TRD 嘅包圍啦。咁啊，透過佢嘅空氣動力學啦，亦都有所嘅提升啦。以及死氣喉方面咧，都交由 Powercraft 去做一個改裝啦。咁啊，當然就係當時嚟講亦都係一個名牌啦。咁啊，仲有賽車級別嘅 Yokohama M5 嘅車胎啦，咁可以話喺賽車場上面相當之唔錯啦。咁首先拎上手嘅感覺咧 ，BM 俾人一種咧，除咗換味之外咧，今次可以話喺整體嘅觀感方面咧，亦都唔錯啦。白色嘅效果嘅透薄面咧，比起以前咧係更加進步咗。藍色嘅效果咧，亦都較為均勻嘅。咁啊，當然仲有車頭冚嘅 logo 位置啦嘅漸層顏色，以及一啲金屬嘅點綴顏色位置咧，依然都係有俾到你嘅。咁啊，相當之唔錯噶啦。咁白色做到咁透薄咧，亦都係較為即係令人有驚喜嘅位啦。咁啊，亦都另外一樣嘢調翻轉頭去睇啦。咁其實大家點解會睇我呢個 channel？ 咁其實亦都去講話呢個牌子點，嗰個牌子點。其實正正呢一樣嘢就係大家去監測同埋去反映，先可以令到呢啲唔同嘅牌子越行越遠啊嘛。咁當然啦，亦都唔係話為少而少啦。咁啊嗱，真係實際嘅，咁啊俾啲機會同埋我哋理性去分析。因為咧呢一個行業咧，如果你即係大家都繼續咁樣落去咧，就越玩越少牌子，即係有版權嘅牌子會越嚟越少咯。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咧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第一眼咧就見到整體咧用上咗 TRD 嘅包圍啦，頭泵把位置咧加厚咗唔少啦。咁大家會睇到咧中間有啲疏氣窿嘅部分咧，呢一個前半部嘅呢兩行位置咧係有一個實際嘅散熱效果啦。而最下面嘅位置咧亦都係增加下壓力啦。咁睇翻轉頭，當時90年代嚟講咧，可以話相當之唔錯噶啦。咁透過呢一啲咁簡單嘅嘢咧，亦都令到佢喺直路方面啦更加穩如泰山啦。因為點解咧？有 Yokohama 嘅 M5 輪胎嘛。咁嗱，其他嘅位置咧，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啊喺個改裝風格裏邊咧，當然無論啊 TRD 或者本田又好，咁當然啦喺當年嚟講，我睇翻我又唔係嗰個年代啦，咁但係睇翻資料咧先知，可以話係百花齊放嘅一年啦。咁嗱，另外一點啦 ，BM 今次喺整體車頭嘅結構輪廓方面咧，喺車頭燈嘅組件方面可以話相當亮眼嘅。可以睇到軌面罩嘅部分 logo 咧清晰啦，咁同埋水箱嘅位置咧依然有俾到你嘅細節啦。最重要嘅嘢就係你成日都話佢唔工整，咁大家睇翻佢今次個車頭燈嘅演繹咧，咁我覺得
真係可以洗甩呢個頭銜啦，因為咧車頭冚嘅位置直接連住指揮燈嘅部分啦，咁亦都仲係相當之唔錯，睇到燈膽嘅結構嘅。咁仲有一樣嘢啦，當然就係車頭冚嘅位置啦，大家會見到咧淺藍色嘅拉花一路伸延至車頂嘅部分咧，大家會見到其實佢都一條直不甩嘅一條線啦，咁對比起以前就更加好咗嘅。咁 FET 呢一個咧其實係一間車廠嚟嘅，咁一個車隊嘅營運公司啦，咁等大家有啲冷知識啦。咁另外一點啦，今次大家會問我，喂，部車究竟推唔推得㗎？咁我而家示範俾大家睇啦。推到嘅，咁但係因為始終架車咧就撈低咗啦，比較困難。但係佢亦都咧實現咗一樣嘢，就係呢架車咧其實個車鈴嘅方面咧其實係可以轉動嘅。咁但係咧依然可以，就算我咁樣直嘅時候咧，大家會見到依然都係可以做到啦。咁當然轉彎嘅時候當然就更加可以做啦。咁嗱，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可以睇啦。咁呢個所以話係經典款式之一啦。咁我哋去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叫得當時嚟講叫超級房車賽啦。咁喺整體嘅車身方面，可以作為量產車去做一個內部結構嘅升級啦。咁外觀方面咧都係偏向原裝風格嘅。咁大家會睇到啦，呔鈴方面咧就採用咗一個15寸嘅結構啦。咁 BM 咧今次喺整體嘅電鍍邊緣嘅位置以及車鈴嘅爪嘅腳嘅位置咧，內屈嘅位置可以有唔同嘅 offset 啦。咁呢度咧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仲有經過咗貼地，即係我哋叫做降低咗20mm 嘅避震之後啦，令整體嘅感覺咧可以話即係跑味嘅感覺就多咗好多嘅。咁今次咧最特別嘅嘢咧，都係喺整體嘅拉花方面啦。咁其實我當時我唔做資料搜集咧，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個咁樣嘅牌子啦。咁就係 FET 與同 Powercraft 咧，其實係兩間唔同嘅車廠嚟嘅。咁呢一啲咧，真係要做資料先知啦。咁 Powercraft 咧其實係一間做死氣喉嘅公司啦，FET 咧就係做另一樣嘢嘅。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車尾可以喐動嘅地方咧，大家會見到就加大咗一隻巨大嘅尾翼啦。大家會話喂，咁其實呢一隻尾翼咧，有啲人就話唔中意。咁睇翻真車上咧，其實當時呢一隻尾翼咧係透過唔同嘅賽，因為佢成個賽位入面有唔同嘅效果啦，有啲係裝咗尾翼，有啲咧亦都係冇嘅。咁今次就裝咗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例如尾翼嘅地方啦，可以透薄翻少少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嘅。咁另外一點啦，最重要嘅當然喺成架 Corolla 入面最特別嘅就係成份尾嘅階磚式嘅咁我亦都可以講話代表住時代感嘅感覺啦。咁剎車燈、倒車燈。咁同埋個尾燈嘅效果咧，亦都令人滿意嘅。咁呢一啲咧，亦都係我哋想要嘅嘢啦。咁亦都可以話表現到當時90年代豐田對於一啲我哋叫做汽車嘅語言係點樣啦。嗱，咁最重要嘅一點仲有咩咧？就係呢個 Powercraft 嘅鈦合金死氣喉啦。咁你哋會見到 Powercraft 呢樣嘢就喺呢一度啦。咁死氣喉嘅部分結構零件咧，亦都令人做得都幾滿意嘅。大家會見到都有一個一體成型嘅感覺，同埋咧佢比起同以前嘅感覺就係一啲扁同埋長嘅效果啦。咁呢一啲位置亦都做到啦。嗱，咁呢部車咧我就唔開俾大家睇啦，因為咧呢部車我係借翻嚟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買啦。咁都係講一句啦。中意嘅就去買，理性消費，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嘢啦。好啦，大家睇睇成部車啦，唔知大家對呢部車嘅諗法係點啦？嗱，咁大家會睇到 BM Creation 咧呢幾年都好努力啦。咁無論係一啲做工嘅細節啦，一啲我哋叫做車轆嘅轉動啦，可動式嘅配件咧，亦都慢慢去行咗呢條路都一段時間啦。大家睇住佢進步嘅，你哋成日都講嗰句噶嘛，又要屌又要買啊嘛，係嘛？咁但係咧都係講一句啦，俾多啲機會人啦。咁你買咗翻嚟，不妨用另一啲角度去欣賞下，你可能會得到更加多嘅嘢而係開心咯。咁大致係咁啦。咁嚟緊會開啲咩車咧？嚟緊就係啦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都會發布唔同嘅嘢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後希望我可以俾個 super chat 俾我啦。咁請我飲杯咖啡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